基新港绿草甲义德最近有一群学生囡仔会去庄脚做社区打杂，来了解故乡的人文、地理甲风景。这囡仔未来有真侪人拢会出国去读册，透过调查，互因先认捌故乡。囡仔伫舞台顶搭水果，讲因社区打杂时发现虾米稀罕带，为要互在地囡仔更加了解地方的人文、产业甲历史地理。嘉义县政府教育处邀请新港、绿草甲义德三乡镇的学校，做伙举办社区打杂计划。我去了元帅兰园，然后里面的地很广，然后很凉，比外面的气温凉，然后里面通常一年四季只有25度。老师就带着孩子去社区踏查，那把这个记录写在自己的学习簿上面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转成书。那这些就让这些孩子有共同的记忆，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然后建构孩子对故乡的一个情怀。配合计划，学校表示，虽然伫乡土教育当中，嘛会甲囡仔讲地方的故事，但是这款专乡的打杂会用予囡仔的眼界为社区探到整个乡镇，对因来讲是一个了解这片土地上好的机会。即摆的囡仔做侪虚拟的物件，所以伊这个部分咱想要带伊出去踏查。问题是，咱用意就是讲，学生会当实际去接受到咱生活中的物件，而且是较深层的物件。接下来，因为他们就盖了那一间庙，结果信众很多，太拥挤，在过没几年之后就扩建。鹿草国小有6个点，然后其他的学校各有3个点啊，我们加上国中，我们总共有24个踏查的点啊，那让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做一个学习。这个计划去年就为嘉义县的民雄大拿甲环路开始，今年已经举办第2档，而且搁配合社区大学做伙来成果发表。教育处表示，嘉义县的囡仔出外读册比例真悬，希望会引互因搁伫故乡的时阵，加强因对传统人文、地产景的认捌甲感情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